油品甲吹粉燒煞出問題。行政院今仔日下晡是邀請6都的首長開會討論實案。不過，台中市長羅秀燕是早起就先召地方首長開線頂的國事會議。原來是台北市長蔣萬安是敲電話邀請高雄市長陳其邁參加7月2、5的凱道遊行。不過，陳其邁是表示講無需要無政治。中聯出問題，由這個風波擱咧炭燒，行政院找6都的首長下晡出席實案會議。不過，台中市長羅秀燕親善中央，透早找地方首長出席線頂的國事會議，針對跨管區聯防實案法修法交換意見。我想實案是不分黨派、不分中央地方，本來就應該共同來面對、來解決。所以在日前，我們也跟幾個縣市政府共同討論了對於實案法修法的幾個方向和建議，我想這一次的實案會議當中，我們也都會提出來。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有敲電話給高雄市長陳其邁，邀請伊2、5上凱道，表達對實案的重視。對此，陳其邁是認為講，唔免做這款政治處理，中央甲地方應該針對實案做伙合作。那是不是中央未來也應該要建立定期的，不管是由院長啊，或者是相關的這個副院長，能夠定期的跟地方首長就實案的議題能夠談一談。那也不妨請各縣市能夠在這個時候對國人公布近幾年來稽查的相關成果。羅秀燕、蔣萬安、陳其邁3個人攏表態講會出席行政院的實案會議。總統府發言人桂雅輝表示，應該針對廠商暗崁保強法律，知影批評縣政府急放放無甲代志做好。民眾黨團指出，實案法已經授權予中央查執，不過中央算是無盡本分，所以提出修法的方向，會建立政府強制抽驗的制度。修法來要求政府一定要去做，民進黨政府不要以為用修實案法就可以移轉問題的焦點。中央應立即盤點全國食品安全檢驗資源，協助地方政府補足檢驗設備、實驗室量能及專業能力。執行稽查一定都是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認為哪一些事情是不需要、不應該由地方政府來做的，你要丟給中央政府來做，那請提出來。國民黨團要求中央強化實案檢驗的能量，協助地方政府補足檢驗的設備，該透過修法花10億。民進黨團是回應，地方政府的款招唔那是罰錢，要第一線稽查責任。針對調野分別修法的方向，綠營是希望好好討論。記者綜合報道。